业庭，另外，这个面要来关心台北市市长郭文哲，顶礼拜传讲伊身体未拄好，敢若休困半工，少年煞几落工拢无公开行程。伊的市政府团队和台湾民众党的核心幕僚拢小可调整。郭文哲下早参加市政府的活动，嘛有详细的回应。这个八字没一撇啊，这发言的问题你应该去问周台主啊，我看他，反正他们就要看他怎么规划嘛。有这个都还没，人家也没来报名，也还没遴选程序，都还没。再讲吧。可是现在有外界人啊，你觉得要几个发言人就差不多？我不晓得，反正再说嘛。6个会不会太多？我也不晓得。总统府最多的时候也才5个，然后行政也才1个。很见了，那遇到再讲吧。所以是周大使有管理，就是发言人多少人这个权利，由他来掌控。那这个他会去 organize， 英文叫 organize 组织嘛。他有跟你做进一步讨论吗？他们外公哦，当市长不用每一件事情都要去处理，每一件事情都处理要去总公有嘛。那可是外界觉得有一个现象，就是说认为周大使跟陈冠廷没有在发言，就是比较少在处理发言的事务，认为说这2位好像有啦，他们每个人的功能嘛。你说像很多那个外宾来，其实我们每天外宾很多。你美国大使来，日本大使来，还是要比较专业的发言人去处理嘛。但这个部分应该是归在国际事务里面，应该不是归在发言人群里面。那你为什么那么计较那个发言人一定要做什么事？奇怪，我都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大家对这种名词很在意，我都无所谓。那在扩增的主要是想要弥补哪个区块？我也不晓得。因为议员认为说，其实如果要降低失言的话，不是扩增这个发言人的人数，而是要就是管理一下你的发言。你认为这样有道理吗？我不晓得。那好了，我现在不是很减少发言的吗？想问一下，来讲文山第2分局的合并啊，有为这件事情，然后有像说就是要卡警戒的人事案吗？我倒觉得是这样的啊，这种东西哦。因为警察局人事，我们台北市政府到现在没有接到什么警政署的什么人事调动，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我什么都没接到，怎么会说我们去卡他？都什么事都还没有做，也没有接到公文的。我想是这样的，这个警察局应该也有新闻稿吧？那想问一下，就是说，因为议员那边有说你们是用造假的方式，就是说其实90%的里长都反对合并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不会单依议员的意见来处理嘛，还有不要随便人家说人家造假，那你做的怎么不是造假？奇怪，这。所以你们是真的有？那我跟你讲，绝大多数的里长来讲哦，派出所没有变，然后那就没有变，这个分局的变动对里长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嘛，所以绝大多数的里长是合并派出所影响会比较大，合并分局对他们影响对基层的里长影响是不大。可是他们现在担心，就是说，比如说在景美发生的事情，在猫空发生的事情，然后景美，然后赶去猫空，这样子就太晚了。他们现在担心，就是说这样子可能会有影响。我跟你讲哦，警察是一种专业，知道吗？不可能在做合并的过程中会让这些出问题嘛。所以这个警网的布置啊，这个是很专业的题目，所以他们就是说不要问一些很多的题目啊。市长，你一直强调所谓的公开透明啊，但是现在防疫旅馆都不公开，是哪一家？这个是这样的哦，因为我们那个防疫旅馆哦，它是中央的一个计划，我们是承办单位啊。那我们当然我们台北还是资源比较丰富啊，所以我们会先做出来，那写 SOP 写什么？据我所知，好像有9个县市跟进了，所以这是整个台湾的计划。那这样我们只是一个承办单位，然后是。我们只是负责写 SOP， 那大家跟进，然后全台大概如果有9个县市啊，这个就不是我们自己片面决定了嘛，这个就真的只要顺时钟了。这是中央没有授权的意思吗？不啊，这个是这样，系统要么要一致，要公开就从头到尾公开，要么就不要。那你现在如果已经9个县市，而且按照这个速度，应该全台会建立嘛那你不能说台北公开，其他不公开，这个，所以像这种事情，我们就。既然要全部一致的，我们就按照中央的规定来处理。但当时的阳明山指挥所是吗？其实我是主张从头到尾公开的。那如果到现在为止中央的政策是
不想那么透明，那我也。那我们那这样我们就不要自己搞自己了，就按照还有人家庭批发市场有发现有很多的外籍移工。外公哦，其实2017年我办4大运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就发现说，台湾有5万个没有身份证的外劳啊。我当时是为怕恐共的，所以我们针对这个当时有处理一遍。不过常常人就是这样，因为这也不关我们的事，你知道哈，这是移民署啦、劳动部在管的。那事过境迁，我们没有再去处理。那这次因为这个疫情这个问题又被炒出来了。不过现在是这样的，这个如果只有4个那也简单了，那如果是5万个，哇，这也不是现在马上可以处理的。所以我知道这个问题中央还没同步，步调还没起义，因为这的确太困难处理了。他估计最少是47000人呢，这个47000人。所以这也是个大问题啊！台湾岛上有47000个没有身份证，等于是没有身份的人在活动，在防疫上是一个蛮困难的题目的。但所以这个问题恐怕，但是这样的，你现在临时要去处理，我看也是很困难。所以我是主张这段时间先叫特赦期的，不然你要怎么处理？我是不晓得，我想。对劳动部、对移民署，现在这个是一个很难的题目。现在台北市的卫生局是行文要医院就是去通报非法的。这个是这样的，我们现在是在医院的看护，你知道，我也会要求他是不是要有身份证有什么嘛不过问题是这样的，他长久以来他已经是，如果47000人，他是这个社会中的一部分的工作的叫 working force 呢，就是工作的人力呢，人家突然要把它抽走，这也是有问题嘛。所以，不过目前在市立联合医院是有检查的，因为这个毕竟是台北市政府管的啊，至于其他医院或是家里那根本就管不到了。对，那现在医护现在是反弹的。要去民众党当公关主任吗？那你应该去问他怎么问他。他说有啊，他说有啊。那个办公室上